跟住呢度係佢哋負責測試嘅部門，有好多唔同嘅測試模式。大家留意下佢件產品嘅底板，呢啲點會係幾百蚊嘅貨仔啊！呢度就係佢哋嘅倉，有啲包裝好嘅產品，同埋有啲原材料，全部都擺晒喺度。呢度只不過係佢哋其中一個小部分。跟住大家會睇到佢哋網上嘅銷售，同埋佢哋賣緊咩產品、乜嘢價錢，俾你哋一個參考。手机蓝牙去播放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音箱的话是用的一个2分频的音箱，书架音箱。然后这个音箱其实如果说你去配的话，一般像那个小机器，你配音箱就配这种2分频或者是3分频的桌面书架音箱都可以推得动的。这个是一样。如果说你要去配的话，这个机器。配一个桌面的小场景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你要去用它的还有就是你要去接到你的 CD 机，你就直接可以接，比如说它有同轴光纤，还有这个莲花输入都可以接到，可以的。如果说你要配一套的话，你就直接买这个机器，再买一对音箱就可以了，好吧？对不对？问题？可以的。如果说你要优惠的话，我们待会儿会给你做一套优惠的价格，好吧？然后这边大家没点关注的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桌面式的一个 HiFi 设备，还有这个解码器功放，还有小胆机都有的。
有蓝牙，刚刚就是用蓝牙放的。5.1的音箱，5.1的音箱，待会儿我们会给你上一款5.1的，这一款是搭配就是比较适合听歌的。如果说你要配影院的话，就配我们那一款5.1的功放。这个是一个2.0的，然後你可以搭有源音箱，也可以搭無源音箱，好吧？跟住可以望下佢哋嘅獎狀同埋認可，證明佢哋係幾有實力。而家可以望到佢有少少嘅產品展示，佢哋嚟講暫時嘅銷售模式都係喺淘寶同埋天貓，但係呢間公司嘅發展方向出年佢哋會進攻唔同嘅市場。跟住而家大家可以見到個網上銷售嘅 Part Two。然后这个是直接用蓝牙播放的一个更好的配置，就是可以给它配一个束播。我给你们试一下啊，就是搭配一台束播，再听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啊。是买2台前级，4台后级的整个键盘器。那你这个配置不？我再给你们接上这一台这个数字播放器，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是接的这2个，这一台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数字，接上 Q11，我这没机器啊，等一下吧，好吧。我们先把它切过来，然后。
300瓦的，这个是300瓦，这个好是吧？那你就识货了。弯弯的藤蔓哟，爬呀爬在大树上啊，活泼的鱼儿游啊，游呀游在清水塘。美丽的山茶花哟，开呀开在高山上啊，白衣的姑娘鸳鸯。鸳鸯远嫁汉家郎，白白的脸蛋轻纱妆啊，苗条的身段俏模样啊，打拐的話一般是4000到4500。呢部係佢哋嘅 DAC Q11，我覺得做工又好，音質唔錯。可惜今次冇得俾我當場試聽。佢用咗2粒晶片，可以獨立運作或者一齊運作。今次同大家暫時睇住咁多，睇下下次我揾到間乜嘢廠去俾大家欣賞。